芯片股啊 ，SK 海力士過去一年升幅咧接近3倍啊，固然厲害。咁啊，講翻以香港新盤嚟講啊，有咩去到呢個級數咧？我覺得我喺我背後嘅太古加恒基嘅濱海街重建項目咧，有咁嘅潛質喎。就以我去到現場所見咧，幾十個黃帽工人下午放水 break 咧坐晒喺路邊。同區咧其實仲有唔少嘅項目咧，都係重建緊未拆啊，例如船澳里項目啊，即係以前嘅仁孚工業大廈咁啦。不過就冇呢個咁墟冚咧，咁多工人。而家咧影埋個地盤俾你睇啦。拍攝當日咧唔止30幾度，仲因為濱海街地盤入邊發現到個疑似炸彈大塞車，搞到走都走唔到。所以我哋咧新盤超前部署呢個環節啊，唔止拍，唔止滴汗，仲要揾埋條命出嚟。希望大家咧免費俾個 like 我哋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支持我哋啊！講翻咧喺正英皇道隔離嘅濱海街重建項目啊，23年咧原本係用63.1億咧嘅底價，希望透過強拍成功統一業權起晒商業樓，好似太古坊1座同2座咁。咁但係政府唔批准啊。咁啊，可能因為地皮咧鄰近呢個新威園同華南花園啊，圍住佢都係住宅嚟啊，冇理由批個純商業樓喺住宅群入邊。咁啊，去到26年3月咧獲批咧修訂圖則，面積嘅45萬平方尺當中咧。有40萬咧平方尺係會建成3座商住大廈，提供1000個單位左右。估計2028年落成，而太古喺年初同傳媒提及過㗎。快嘅話咧，26年尾27年可以賣㗎啦。睇而家咁多工人喺地盤開超標嘅前貨啦，咁啊此言不虛啊。呢個項目咧都有零售部分㗎，底座咧留咗5萬平方尺做商場。喺呢區咧住宅需求好高啊，而當地新建嘅住宅好少啊。近嘅有 Finny 同 Hallborn 啦 ，Finny 2年前開價19,000蚊尺到尾，最少唔少買家咧係賺咗啊！佢打斷15秒極速落樓到地鐵站嘅傳說啦，其實係真嘅。你睇下幅相，而家 Finny 咧25K 一尺到啦，3房咧1,900幾萬㗎啦，加埋 Hallborn 咧，雖然佢冇 Finny 咁多賺錢幹，但係咧真係為呢區帶嚟唔少咧贏緊錢嘅業主啊！咁翻返嚟濱海街項目咧，明顯比頭先講嗰啲 Finny 大啊，唔少咧。2房同3房開則會喺入邊，應該吸引到更多客源。最緊要鰂魚涌係冇咩大盤出過，太古城一班老街坊啦，再加埋隔離嗰啲海光街、海堤啊、海澤街一批老業主，應該有人咧係會花些少錢換翻間新樓啦，自己住好啲，又可以留翻間似樣嘅屋俾下一代。我估係會嘅。同區有另外一個住宅項目㗎，柏架山道2至16號，原本係雅居樂地盤，後來因為佢財困啦，所以喺25年咧賣俾第三方嘅一個項目啦。呢個地價咧，如果補齊地價，可以提供超過500個住宅同提供190個車位。但係咧，去到呢度就唔太覺佢起緊嘢啦。無獨有偶咧，海力士嘅香港辦公室就喺華蘭街，即係呢兩個地盤附近。提一提濱海街嘅重建項目啦，先講佢唔好預有靚海景，因為向海嘅兩邊咧，比太古坊呢個商廈同華南花園呢個高樓係遮晒，更顯得呢個盤咧唔係賣靚海，應該賣丁丁路啦。佢喺正英皇道側邊。咁啊，附近重複講句啦，大量街坊支持，我諗1000個單位咧，照 sell 得晒，好似海力士咁咧 ，bull ship 嚟嘅。至於去到同區另一個項目啊，船澳里嘅重建項目，去到地盤俾你影咧，都知非常大，77萬平方米，夠喺24層高嘅商廈。太古地產咧喺當區咧係打算以呢個為重心嘅商廈發展項目。起咗之後都幾肯定啦，附近更多人翻工啦，而地盤對面就係依洋商場同康怡花園個底嚟啊，望下你就知啦。咁啊，隨住新鴻基咧將呢個元朗 YOHO Midtown 一塊地皮啊，元朗嗰邊啊轉到起商廈咧，一啲非中上環核心嘅商用地皮咧，喺佢哋嗰個行情有回暖跡象咯。我覺得直播節目講過啦，歐盟咧最新嘅收稅標準係全世界無論去到邊咧，至少都收15%，即係有大型企業諗住咧將盈利打喺嗰啲英屬處女島啊，或者喺香港啊8.25% 原稅咧，而家新例咧就要照收15%，就算香港唔收咧，其他都會收翻佢。咁不過咧，香港喺25年加入呢一個咁嘅框架，但係咧亦都可以利用協定嘅 exemption，就係咧啲大企業可以靠咧科研請人或者利用呢個低稅地區咧做一啲建設咧，加入呢個避風港嘅措施。咁例如佢哋喺科技園啦請下人啦，或者做科研嘅話咧，又可以咧交翻平嘅稅。咁所以咧對寫字樓嘅需求咧，相信又再重現。最尾提提啦，呢個反而係最多打工仔經過又未拆嘅海灣街項目啊！的士站隔離去咗太古坊知啦，仲有個 Flat Iron 咧賣廣告，唔知你中唔中意食啦？太古地產喺2026年5月咧，終於用底價20.27億成功統一咧，呢個叫海灣街項目業權啊！
計劃重建為一座26.3萬咧平方尺嘅優質甲級辦公樓。咁你見個地盤咧，睇後邊冇咁大啊，所以咧個尺數冇咁大。不過呢個位咧應該真係起純商業啦，附近全部都 office 嚟嘅，唔起商業真係浪費。續提一提啊，海德園啊喺柴灣嗰邊，咁但係其實佢唔近柴灣站，賣點梗係平啦嚇，15,000蚊尺左右，仲要港島樓全新。而家講緊咧康城二手樓咧，索價都係一樣15,000蚊尺，西沙灣夠膽寫住到16,000蚊尺，而港島樓咧全新，仲要開呢個價咧，確實係為樓市咧呢一個低位打到個底，因為佢真係吸咗啲客出嚟，而相信咧用呢口價加上一個較為少少偏僻嘅位置，就試到咧。只要呢個價冇地鐵咧，都有人肯制啦。嗱，今日 update 咧去到呢度先，下一集咧再同大家講其他地方。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哋同 subscribe 成家網上投資課程 channel。拜拜。